華人社會好多時以12種動物或者年獸代表年份，統稱為12生肖。呢12種動物包括咗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龍、蛇、馬、羊、猴、雞、狗同豬。大家有時會聽到親友講我喺羊年出世，屬羊之類嘅說話。12生肖已經融入華人社會，成為傳統嘅一部分。12生肖嘅起源眾說紛紜，以下係其中一個說法。喺好耐好耐以前，傳說話玉皇大帝想選拔12種動物成為生肖。嗰陣班動物都爭相競逐，因為當上生肖就好似做咗神仙咁。做得12生肖嘅動物應該對人類有貢獻，至於排名就按照貢獻多少去定，就咁啦。如果冇咗我守門口，就會有好多賊仔入屋偷竊。我唔似得嗰啲貓咁樣，終日無所事事，一日到黑淨係識得瞓喺人身邊氹人開心。我平時食量好細，反而有啲動物做少少嘢，但係食量就好大。我可以幫手清除樹頂嘅枯葉。黑熊，你又做唔做到啊？我至叻我可以趕走啲野狼。玉帝覺得俾啲動物自己喺度講自己對人類有幾多貢獻，而去決定排名，並唔係辦法。於是玉帝就決定，所有對人類有貢獻嘅地上動物都可以去到天宮參加評選。而玉帝大人會按照動物到達天宮嘅先後次序，去決定生肖嘅排名順序。喂，有得做生肖啊！我跑步唔係太叻喎。頭先講到，玉帝要選拔嗰啲平時對人有貢獻嘅動物，玉帝都指明人間有6畜，即係馬、牛、羊、豬、狗同雞。當中嘅5畜，馬、牛、羊、豬、狗都入選咗，另外龍都被揀選咗。6畜中唯獨係雞冇被揀選。有動物就問：咁點解馬、牛、羊、豬、狗佢哋可以入選呢？我哋對人類好有貢獻，好似牛兄佢可以協助耕田，狗又能夠守門口。馬弟弟除咗載人，仲可以搬運好重嘅貨物添。咩？玉帝話我周身寶，可以供應人哋肉食喎。我都可以俾人食用，有啲民族仲有飲我哋啲羊奶，羊毛又可以俾人做衫保暖。咩？哦，原來係咁。咁我都要去參賽，去做12生肖。咪住，獅子你冇份，點解啊？做咩事啊？我知，獅子對人類好似冇乜貢獻。笑我嗱，雞你係飛禽，你都冇份參賽，真係可惜啦！唔公平啊！你哋向上望啊！你睇下，入水能游、出水能飛嘅龍都入選咗啊！梗係啦，龍識得行雲降雨，滋潤萬物，對人類好有用處噶。你哋唔好同我爭啦，我一定會第一個跑到天宮，成為生肖之首。貓同老鼠嘅感情好好，成日會一齊玩。選拔生肖嘅消息傳出後，花貓同老鼠都知道咗。花貓就對老鼠講：選拔嗰日嘅大清早，我哋就去參選。但係我有個爛瞓嘅毛病，到時你一定要嗌醒我。冇問題，我哋一齊去天宮，一齊做生肖啊！好啊！之後老鼠不斷思考，諗起人世間其他嘅動物。強壯嘅動物有咁多，牛同馬又幫人運送貨物，牛仲可以協助人耕作添。馬騮同兔仔身手咁敏捷，而且人人都中意佢哋。我只係一隻老鼠仔，點樣可以同佢哋比呢？唔得，等我諗下方法先。頭先講到雞因為係飛禽，所以冇資格參賽。
雞就好激動，仲唔服氣喎。佢朝思夜想都想成為生肖嘅一份子噶嘛。我唔服啊！我唔服啊！有一晚，佢喺夢中飛到玉帝嘅天宮。玉帝大人，我其實好用心去服務人群噶。我每日都定時叫人起身，我自己反而瞓得唔好喎。有陣時陰天我遲咗雞啼，就會俾人話我花咗好多努力先可以好似今日咁準時發出啼聲噶。哎呀，雞喚醒眾人，任勞任怨，佢嘅功勞確實好大。但係選生肖嘅規矩係我自己訂立嘅，出爾反爾，好似有啲唔係咁好。玉帝知道先前定落挑選生肖嘅標準存在疏漏，於是摘下一朵殿前嘅鮮花，戴喺雞嘅頭上，以示嘉獎。第二朝，雞清醒過嚟之後，發現原來係真噶！玉帝佢暗示俾我參加12生肖嘅選拔，等我即刻帶住紅花去見4大天王先。雞頭頂紅花去見負責挑選生肖嘅4大天王。4大天王從玉帝嘅御爐紅花中知道咗玉帝嘅心意，於是破例俾雞參加選拔。比賽當日嘅清晨，老鼠出門口，佢靜雞雞經過貓舍。呢個時候，貓仲瞓得好冧好冧。原來有好多動物都已經起晒身，大家一齊朝天宮嘅方向跑。牛同埋老虎喺較前嘅位置，佢哋跑得幾輕鬆喎。牛兄，估唔到你跑得咁快喎！梗係啦。馬同羊就邊食草邊跑，間唔中仲發出聲音。老鼠跑到好攰啦，佢已經喘晒氣。牛體型大，步伐大，老鼠就細細粒，步伐細。佢用盡力先跑到牛嘅身邊。仲有好遠路啊，我就快跑唔喐啦，咁點算好呢？老鼠靈機一觸，諗到個主意喎。牛大哥，不如我唱歌俾你聽啊，好唔好啊？好啊。咦，老鼠仔，你唱咩啊？我聽唔到喎。原來老鼠只係作狀，佢根本冇唱到。牛大哥，我聲線太弱，唱歌唔夠響亮，不如我爬上你身上，喺你耳邊唱，咁咪仲好。好啊。牛大哥，後面有動物追上嚟啊！你要跑快啲啊！老鼠今次舒服啦，佢真係唱起歌上嚟。公雞又跑又飛，狗仔就喺後邊追住佢。原來豬都跑得唔慢噶，不過佢就成日跌親，搞到自己一身都係泥啊！呢個時候，貓先至起身。老鼠實在太可惡啦！唔叫醒我要即刻起程追翻佢哋。牛漸漸領先啦，就快到終點啦！加油啊，牛兄！牛一聽到就搏晒命去跑，喺終點前眼見後無來者，先慢翻落嚟。我係第一名，我係生肖之首。就喺呢個時候，牛仲未講完說話，老鼠就喺牛頸上面一跳，跳咗落地。唰一聲，唰咗去牛前面，結果係老鼠得到第一名，牛只係第2名啫。最後12種動物到咗大殿，一班動物都喘晒氣，係得小老鼠氣都唔喘，好輕鬆咁排喺最前面。多謝大家支持，多謝。吓，竟然係小老鼠跑第一，真係難以置信啊！哦，原來小老鼠係第一位嚟到天宮。我玉帝金口玉啊，講咗嘅事就要算數，我就封老鼠係生肖動物，而且仲係生肖之首。謝玉帝，依家宣告12生肖嘅動物同排序。
排第一嘅係鼠，跟住就係牛、虎、兔、龍、蛇、馬、羊、猴、雞、狗同埋豬。呢個時候，貓終於到咗天宮。貓，你咁遲先到，你落選啦。所以有啲人就會以呢個故事嚟解釋點解貓見到老鼠就追。其實12生肖係古人運用想像力編造嘅神話傳說。古時候嘅人會將一日分為12時辰，以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12地支為名。每個時辰相當於依家嘅2個小時。有啲古人將生肖動物嘅習性聯繫到呢啲時間上面，雖然冇咩科學根據，甚至有啲牽強，但係知多啲中華文化嘅事物亦都無妨啊。鼠喺12生肖中排行第一位，對應12時辰嘅子時，即係夜晚嘅11點到凌晨1點。呢個時候正值半夜，即係老鼠最活躍嘅時間。牛就排喺鼠之後，對應每日凌晨1點到3點，即係12時辰嘅丑時。喺呢個時候，牛會將佢日頭未咀嚼好嘅草由肚度送翻到口，再咀嚼，咁樣就可以將啲草消化得好啲。虎喺12生肖入面排行第3，屬於一日裏面嘅寅時，即係朝早3點到5點。寅時係夜與日嘅交替之際，虎喺呢段時間遊蕩覓食，非常生猛。兔喺12生肖入面排行第4，屬於一日裏面嘅卯時，即係朝早5點到7點。呢個時候，兔仔就會出土洞去揾帶住露水嘅新鮮食物。龍排喺第5位，對應於一日裏面嘅辰時，即係上晝嘅7點到9點。呢個時候正值清晨，經常有大霧。古人認為正是神龍行雨嘅好時光。你抬頭一望呢啲霧，可能揾到龍嘅蹤影。蛇排喺第6，對應於一日裏面嘅巳時，即係9點到11點。呢個時候早上霧氣傳散，陽光照地，地面和暖，蛇就最中意出嚟活動噶啦。排第7嘅馬，佢好厲害。佢對應全日最熱嘅午時，即係11點到1點。動物都去避開猛烈太陽嗰陣，但係馬仲可以奔馳。排第8嘅羊，佢對應一日12時辰裏面嘅未時，即係下晝1點到3點。呢個時候正午嘅太陽已經將草上嘅露水曬乾。有人話喺呢個時候放羊食草，啲草就會生長得更加好。之後係排第9嘅猴，佢對應12時辰嘅申時，即係每日下晝嘅3點至5點。呢個時候，小猴子追逐喚跳，大喊大叫，叫聲非常響亮。每日嘅下晝5點到7點就係酉時。呢個時候係太陽落山嘅時候，雞都會趁呢個時候趕住返雞舍。如果唔係，夜晚睇唔到嘢嘅雞，好容易俾野獸擔走。排喺生肖第11位嘅係狗，每晚嘅7點到9點，即係戌時，係屬於狗嘅。呢個時候已經天黑，正係狗開始守夜看門口嘅時間。到咗最後嘅豬，對應一日裏面嘅亥時，即係晚上9點到11點。豬喺嗰時瞓得最冧，打鼻鼾最大聲。聽到呢度，唔知大家又認唔認同以上嘅講法呢？